4個香港市民就有1位係長者。為改善長者生活質素，保良局多年嚟推展關懷長者心地區安老服務計劃，以5全照顧嘅理念，一齊貼心關顧身心靈，達至居家安老。喺同長者嘅交流之中，感受到保良局團隊嘅盡心盡力，為長者提供優質同埋全面嘅照顧，達至居家安老，等佢哋可以享受優質嘅晚年。喺5全照顧入邊，全社區參與係非常重要嘅一部分，鼓勵各位積極參與義工服務，為長者送上支持。今時今日已經超過1/4嘅人口屬於高齡嘅人士，社區長者嘅照顧同生活嘅需求實在係非常嘅殷切。請捐款支持保良局嘅地區安老工作，令更多長者直接受惠。關顧自己屋企長者嘅同時，推廣到關顧社會上嘅其他長者。有你哋嘅支持，同保良局同生同行。我舊年5月啦，隻腳板就要做呢個話手術，又做唔到咯喎，做唔到佢咧就整傷咗我隻腳，我冇得食飯㗎，落唔到去買嘢㗎。日日都有職員3餐都攞嚟俾我食。我未接觸過畫畫啦，咁啊係喺保良局嗰度就接觸咯喎，保良教我畫畫啦。咁我一日3餐又喺保良局嗰度食飯嘅喎。初頭我去買餸係有困難，因為個街市多人，入到個輪椅又驚傳翻佢。咁後期保良局有飯食。我就梗係舉手啦，個職員都好好㗎，同埋對我記好好啊。我去咗保良局，好開心。其實芝珍啱嚟到中心嘅時候咧，情緒好低落㗎，亦都成日以淚洗面，因為咧照顧壓力真係太大啦。咁經過我哋嘅輔導服務啦，亦都有香薰嘅治療啦，咁幫助芝珍咧，無論喺佢痛症方面啦，或者照顧壓力方面咧，都有所去緩解啦。同時間咧，亦都提供唔同嘅類型嘅興趣嘅活動啦，或者中心層面一啲嘅大型嘅活動咧，令到咁多長者咧能夠喺中心入面有家嘅感覺之餘咧，亦都擴展翻佢哋自己嘅朋輩嘅關係，從而建立到一個更加健康嘅人際網絡咁樣。咁所以保良局咧好樂意擔任呢個角色啦，去幫助咁多位嘅區內嘅長者咧，去喺照顧佢哋嘅身心靈嘅健康啦。希望咁多位長者咧喺社區入面咧能夠樂享晚年。我個先生地親咧。喺醫院去咗嚟咧，都揾到陳先生嚟睇訪我個老公，叫我要咩嘢都我要佢幫手咧，都係話俾佢知。最後我個先生喺醫院做到完咧，我送佢嚟保良局呢度做運動。開始佢唔休低，唔走得，行得好慢㗎，日日都係我扶佢嚟嘅。跟住做咗廿幾日啦，都要好返啲。有時間唔開心啦，都有啲閒咯，偷偷啲自己咯。夜晚又瞓唔着。最後我嚟到嗰啲呢度保良局咧，陳先生啦，同佢傾下偈啦，咁樣咧嚟做下運動咧，而家都要開心啲咯。誠邀各位捐款支持保良局。你嘅1分1毫都會用於改善長者嘅衣食住行，為長者同照顧者提供身心靈嘅支援，更歡迎企業義工貢獻所長，為長者帶來貼心嘅溫暖。同保良局連成一線，惠及更多有需要嘅長者。請支持保良局關懷長者心地區安老服務計劃。